后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9公司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国民党的立委为着反对监察院的人事案，昨下晡冲入去占领立法院，要求总统蔡英文替换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伊嘛放调讲，若无要替换，就无要替让。若陈菊是伫面册回应讲，面对抹黑，伊绝对袂久替。总统府嘛回应讲，国民党是甲台湾的民主当作人质。 家己两大门的玻璃拢讲话，国民党团总调林贵洲赶伫离岛临时会之前，带30几名立委到立法院，用椅仔架出入口挡条街，也占据主席台，用绿色的喷漆喷诉求，要求退回监委的名单。议场的外口是伫咧吵媒体敢会当入去采访。谁下的命令让记者不能进立法院？ 议场内乌麻麻，阁无开冷气，抗争的立委拢规身躯汗。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暗时到现场，骂民进党唔当摕废课纲转移伊的无能。网络顶一定有人伫咧带风向，也强调伫抗争中所有公布的破坏，国民党会负责。撤换陈局，撤换陈局，拒绝抽用，拒绝抽用。我们说这是一个最烂的名单，也是一个最绿的名单，又烂又绿，对不对？对。 所以我们拒绝，充满了抽佣的算计。江启臣讲，陈菊伫咧高雄市长任内，政府团队总共互监察院调查58案，若是陈菊做监察院长，明仔继续调查。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伫抗争一开始就到立法院了解，伊讲国民党唔通为着高雄市选举做出非理性、自杀性的行为。我觉得从国民党这一个行为看不出有任何正当性的可能。他拿陈菊当为借口，陈菊在政治上、民主政治的付出，社会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一个评价。 陈菊伫咧 FB 讲，伊面对违权迫害，唔捌惊吓退让，怎么面对恶意抹黑，也未因此退缩。总统府也发声明讲，国民党违反法定程序，占据立法院，这唔是家己白家己，是甲台湾的民主做连接。立法院长尤锡坤讲，伫今仔早起8点半会召开党团协商，希望国民党理性论述，寻求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中国人大常委会昨开始小连续3天，要伫北京举行3天的会议。按算伫明仔载6月30会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香港人昨昏各发起游行，游行示威的时，大批的香港警察戒备，嘛有发生警民冲突，有53个人互抓去。 警方向民众喷胡椒喷雾，就算有挂媒体一个记者也被喷掉。这边有警察伫咧立抗议者。 离袂香港真无平静，因为中国人大常委会离袂开始伫咧北京举行3天的会议，打算伫这边会议要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市民伫咧网络发動證明遊行。我哋爭取咗好耐，抗爭咗好耐，1年過咗啦，已經係我哋要站起來，我哋要打倒所有剝奪我哋自由、剝奪香港人自由嘅嘢。警察也拿起個旗仔，叫民眾離開現場。 北岸伫咧旺角油麻地附近发生激烈的冲突，几60个人被逮捕。充分研究吸收了包括香港各界人士在内的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精神。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确，具体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北京当局并无公布港版国安法草案的详细内容。 因果，敢若是目前外界所知影的，包括中国会伫咧香港设立国安公署，对特定情形下极少数案件行使管辖权。香港嘅法界是担心可能會大過基本法。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如果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實施草案，日本政府將會向中方表達遺憾，即係僅次於譴責第2嚴厲嘅外交表現用語。 除了日本，也長期予人批評對香港議題點點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在7月7日上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進前接受訪問，總算講到香港，講歐盟應該對人權維護加香港未來擔心，對中國嘅立場愛共款。國際地下組織也講，港版國安法和當局有更加多工具打壓人權，香港恐驚成做一個警察社會。記者綜合報道。
镜头个等下咱国内，昨昏是4天连续假期的上尾一天，伫中部佚佗的人是吵，尤其伫南投的德山指南宫一透早附近的停车场就客家，若清境农场，还有国道3号的清水休困站，人拢真济。昨下晡来往东港甲小琉球的船帮嘛拢客满。信众虔诚参拜，庙顶外也客了袂少望金鸡的民众，连假最后一天。南投指南宫来了袂少的信众，就是要来祈求好运，无管是停车场，还是4块位的道路，全拢是满满的人甲车。店家讲，总算出现真久无看的消费人潮。业绩也有3成那里差不多。过年了疫情，到即摆差不多1波安尼，即个人家成量较济。附近的商店街也是来了袂少游客，庙方估计这几天来庙参拜信众，逐天拢大约有5万人次。另外，像照现金，逐天也有5000人次。包括有个缆车啊，包括一些私家车，大家拢恢复来自然，我这边来拜托你讲多哩无。即摆阮甲估计起来，安尼大概人潮一天吼，伫这个假期中间吼，大概5万人左右。南投清境来看杨花秀的人潮，也将草皮客满，看过去坐甲叽，会当讲拢无空位。清境方面估计，连假最后一天人潮比日期较减少，也毋过来客量也达到7500人次。收假北返的车流出现，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人潮满满，想要找一个停车位也不简单。那我们今天预估的业绩大概是在350万，那人潮的部分落在1.5万人左右。连假期间，离岛出去耍的人真济，小琉球更加是热门点。收假日一天往来东港甲小琉球的东流线，也是客满了侪船的民众。以昨天的状况来讲，我们开了30多班的航次，那今天有可能会突破30几班。船公司表示，连假期间平均逐天前往小琉球拢有1万人次，也创下几个月来的新纪录。记者综合报道。过日这4天的连续假期，各地头游客拢真济，真侪所在人是坐甲溢出来。学者是表示讲，边境还未开放进前，咱台湾人无法度出国去佚佗，一定拢留伫国内。若准拄着连续假期，世界一定拢甲即摆共款，拢是人。所以呼吁政府甲业者爱同齐推出一寡分流的措施，才袂去破坏咱国内的旅游品质。游客骑机车也塞车，过日节连续假期，绿岛是真侪游客，民宿拢互订满，巷仔内底是停满规排机车。下晡游客准备要转去啊，客轮业者开出30班的船班，载了大约4000位游客转来台东。人是有点多，但只要稍微提早说用餐还是干嘛，其实都还好，对，还可以啊。这个假期来说，台东的住房率都还满的，然后前2天比较满。就是后面这2天是大概8成左右。台东的饭店业者讲，订房已经满到向热，而上山机场内底也为少旅客结束离岛行程转来台北。国内旅游大爆发，世界拢是人，民众讲短期无法度出国，坐飞机去离岛会有亲像出国的感觉。不过希望机位甲景点交通会更加方便。可能机位的部分，对机票不好买，对。所以你觉得比较需要加强的是机位可能要多一点。对，没错。公车啊，或者是交通接驳那些，可能可以设计一下，对，或者整组套票的那种感觉。防疫禁令解除了后，头一摆连续假期，国内旅游市场出现休大介绍转来到原价，景点人多影响旅游品质，客人车司机乱划价。学者提醒政府应该带领业者规划出分流旅行，亲像游乐园卖升光票的概念，加人客分散，避免影响品质。先做一个公告，那这个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哪一些地区会是人流比较多的地方。那在还没有决定要出游的游客，他就可以选择到不要再到这些热门的地方去旅游。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预先的数据是可以先提供的。交通部回应，会在连假了后，对所运甲观光做出综合检讨，除了景点超量的塞车情形，会调整因应做法，希望在7月安心旅游时，国内旅游会有更加好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各地主要也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甲明仔载2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气象局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嘛爱设置单雷公甲强阵风。除了南部以外，其他的所在包括澎湖、金门、马祖，咱台湾各地今仔日主要也是多云到好天。啊，毋过过昼了后有西北风。
温度方面，各地奥有热，温度拢伫33度以上。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顶降的影响，中昼伫台北、花莲、彰化、南投、云林甲高雄的山区也是好谷，温度拢会加悬。气象局有发布柑仔色的高温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顶降的影响，昨昏台北市的温度升到38度。气象局是表示讲，今年6月份台北平均的高温是破纪录。台北的测站测到37度以上的有9天，测到38度的有3天，这嘛是台北站设站124天来上界济日子。冰店门口人客排队排真长，头家真无闲。这是屏东有名的潮州小冷冰。各式各样的配料配着清凉的刨冰，这么热天气来一碗真正是心凉鼻透开。材料个实在，嘿，啊个最好食，定定来。我这里屏东有时候10点打烊，我们9点50打电话来跟他订。连续假期从第一天到今天最后一天都是一样啊，都是满满的人。气象局讲，今日6月台北测站37度以上天数是9天，38度以上天数有3天，双双是拍破台北站设站124年来上悬的气温。今天在台北车站高温也来到了38.0度哦。今年6月份台北的局属车站呢，就已经有大于37度的高温，就已经来到了9天。气象局表示，未来一礼拜各地日时原是好天真热的天气。拜到拜四，因为台湾附近转做西南风，山区甲瓦郡山区的边地都有午后雷阵雨。到拜三、拜四水汽更加多，全台都有午后雷阵雨，而且无排除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民众爱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印度西南季风造成大水雨，印度的东北部灾情正惨重，上无造成16个人死亡。另外，伫中国这边南边有这2日啊，嘛是上大水雨，造成四川、湖北、重庆一寡所在遭大水，影响济民众。四川省冕宁县的灵山自驾游营地27透早内山做大水，不少游客是掉伫顶头，着急等待。消防队出动怪手紧急救援，将人送到对岸悬的所在去。水急得很。就它那个水太大了，而且都是穿的短裤短袖，又冷。湖北省宜昌离7、3点钟落140毫米的大雨，是20年来上大纪录。当局发布红色警报，民众迄条警察甲车窗拍破，甲车内民众救出来，惊险为民。中国南方26起这波新的大水雨，伫四川、湖北、重庆甲部分中部地区造成灾情。长江武汉关的水位特别来到25公尺警戒线，江西贵港的大镇夹水坝21个涉水闸门拍开13下，每1秒释放7个半标准泳池的水量。下游的钱江甲浔江水位快速波动。中国国家气象中心预计，离北雨势达到高峰，已经发布黄色的暴雨预警。镜头转来到印度，6个雨季提早来，包含全印度日期比正常达7月7日早了12天。东北部的阿萨姆省严重做大水，至少16个人死亡，厝拢淹了。村民甲所饲的牛只拢爱撩水来经过。ঘরদুয়ার তলে গেছে, ধান চানটো কাটিব পৰা নাই, অসুবিধা হৈছে বহুত অসুবিধাৰ কাৰণে আমি এতিয়া ৰাস্তাতে সৰু সুৰাকৈ ঘৰ বনাই আছোঁ এতিয়া。南亚地区的雨季对补充水资源甲农业管水真重要。今年防疫封锁大大影响经济，雨季提前对着农业产量提升有帮助。不过，但雷公甲做大水也带来真大灾害甲人命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为着要抗议总统蔡英文提名将总统副秘书长陈菊来做监察院长，国民党的立委昨昏汹汹冲入去立法院霸占主席台，嘛讲若无要换掉陈菊，绝对袂退出议场。陈菊有伫面册回应讲，面对这款恶意的抹黑甲攻击，伊绝对袂求退。来看《自由时报》，国部会的旅游甲消费的振兴方案7月份被起稿啊！安心旅游被拍头阵，观光局的官方网站已经有超过10万人去登记自由行，参加补助的旅行社也有饭店的业者嘛超过8000间，嘛有人烦恼，即马是观光业者敢会趁机会来起价？也毋过有饭店订房间的网站统计讲，7月份订房间是加150%，啊若是这房间的价销是61%。来看《联合报》，美军敌战第1总队公布影像。
影部队形象的影片要做国际宣传，影片的名就叫做 Excellent 出众意思。内底有侪美军来台湾，甲咱国军做伙操演的画面。国防部嘛正是讲，双边有影有军事训练，算是台美双边正常的军事交流。镜头来台南有一个3岁的妹妹双脚风烫甲妇人烂去，那亲像是去互囡仔的妈妈甲后一苦刀。一开始大人阁说讲是囡仔家己伫浴缸啊耍烧水才会风烫着。那台南市的社会局是介入调查，发现讲大人讲白贼，甲这2个大人送法办。一个3岁查某囡仔倒伫咧面床顶，双脚的空水拢烂去，规个骨黄一个药膏，互人看了真毋甘。家属报案，讲是查某囡仔的老母甲后姐虐待。骹呢已经把我抱出来啊！我一去我计互我袂离了，我看到我就随叫救护车随上啊。疑似有小孩管教问题纠纷案件，本局受理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然后小孩并由家属送医治疗中。警方到现场处理，因为查某囡仔双脚的伤势真严重，赶紧送病治疗。查某囡仔老母甲后姐告完了讲，2礼拜前查某囡仔家己伫咧浴缸耍时阵无小力去烫着，因为厝内经济摆即个人带去诊所看，尾仔空水果无处理好，才会愈来愈严重。社会局评估爸母有严重疏忽照顾的情形，介入处理安置查某囡仔。对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因为他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会评估认定说这对家长他其实是有严重疏忽照顾的这个情势，他违反了儿权法。那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紧急安置，那紧急安置这个部分后续会交由法院来做一个审理。社会局刚才成立追查，后就总算成立用烧水处罚囡仔，造成伊的骹庄、双脚的骹盘烫伤，佫无随去看医生，空是规个烂去。平时讲袂听就拍啊！啊，你这种情形拢知吗？进前已经拍一道，阮已经警告过啊，有较疏练。啊，因为这阵仔拢无下大项的联络，所以可能变本加厉。查某囡仔家属讲，过去这个后姐也拍过查某囡仔，警方甲后姐甲囡仔老母依照违反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法育保障法移送法办。警方核实了，认为这个后姐罪嫌重大，有国再一次伤害加交传证明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只有老母是因为事情无够，先后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升悬。即马全世界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1447例，中国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加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63万例，巴西超过134万例，那俄罗斯是超过63万例，欧洲的所在，英国超过31万例，西班牙有29万5000例，意大利有24万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死亡人数嘛有50万人。虽然各国偷偷在解除封锁，暗过疫情也在增加。日本东京的确诊病例又搁增加，那美国的疫情嘛还未压落来。路透社根据各国政府资料统计显示，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2超过1000万，疫情也是真严重。日本5月25解除全境紧急状态宣言，不过疫情上严重的东京都连续几啊天，一天内底新增加病例拢维持在50例顶下啊，总计确诊超过6000例。全国一天新增加确诊病例也维持在将近100例。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李白讲，即阵医疗体系能量拢有够。请会继续分析是毋是有新的互相烧话情形，不过现阶段无必要搁再发布紧急状态宣言，也无需要限制民众看悬来移动。而确诊病例上侪美国27总计超过250万例，西部甲南部疫情是继续上升，包括佛州、阿里松纳、来华达这5个州拢创下一天内底新冠纪录。副总统潘斯的团队取消原定下礼拜到佛州甲阿里松纳州的连任造势活动。而抢紧重新进行经济活动的德州甲佛罗里达州，毋但暂缓开放，也搁再限缩商业行为，酒吧关门，餐厅营业时间甲规模紧缩，业者是真無奈。Certainly share everybody's concern about what's going on, but we didn't think we were at that
point where we'd go backwards like that. 大流行即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计比例是全球第2甲第4的巴西甲印度，每天拢面对上万例新增加的确诊比例。过去一礼拜，这两国就占全球所有新比例3成以上。印度超过50万人确诊。医疗资源面临真大压力，在疫苗上市进前，各国拢改变工作甲生活模式，时间可能继续1年以上。解除禁令了后，疫情回升，造成恢复部分封锁状况，也可能继续起起伏伏，出现到明年。而经济也继续受到影响。泰国属的航空公司酷鸟航空看到复苏无什么希望，决定解散退出市场，450名员工也伫咧无头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嘛有4天的国际连续假期。中国媒体报讲，顶半年中国销不落的农产品，透过网络，伫这4天的连续假期是卖甲下叫，拢有销出去啊！连续假期出门去佚佗的游客要挖5000万进厝。毋过即阵，北京疫情反复，北京政府嘛要针对10万的大学的老师甲学生做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然后我们一起拿一个大大的，对，来给直播间的宝宝们馋一馋。网络卖家透过手机直播，亲自伫广州公园推销火龙果。全球疫情继续摊烧，也毋过华人重要的节庆国际节商机真大。中国官方就此拍出有序购物、理性消费的口号，提振消费信心，并且鼓励低停旅游。统计连假前3天游客量达到4880万人次。线上火爆，线下升温。人们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有序购物、理性消费。央视报道，国际节消费市场有恢复现象。连假前2天，银联交易量人民币6295亿，比清明省长假增加11.7%。民生消费有希望伫后半年由负转正。国际节看起来像恢复常态，也毋过北京的疫情防控刷个升级。而且，中国国家卫健委组织20间医疗机构，针对北京近100间大约10万名的高校师生展开核酸病毒检测。核酸检测的对象呢是所有在校员工和在校的学生。那么在28号中午12点前完成核酸的采样。中国媒体报道，北京的检测量微乎经营，已经有民众伫网络违法的检测名额，爱人民票1780块，相当新台票7000多块。北京技术佫引起疫情，为了降低流动率，官方已经加强控管，要求市民无必要袂当踏出北京。记者综合报道。5月底，伫印度的南部有一只有新的枪，无细日去食到一粒旺来，毋过其实这粒旺来是旺来炸弹，结果全死去。因为当地农民拢会用这款水果炸弹来赶走野生动物，这个代志是引起国际社会关心。即马有侪艺术家用画图来哀悼这只大象妈妈。这只就即要伫美水内象母已经有新啊，和森林巡护员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Is injured, elephant, single elephant roaming around close to the buffer area. I mean,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forests. I saw it before we could take the animal out. The animal had collapsed, and we hope it was a peaceful death. 经过调查发现，这只伫咧印度南部克拉拉省的15岁象母是食到旺来泡仔，泡仔伫咧喙内爆炸，最后连下海骨龟拢舔出来。痛苦几落工才死。过去印度农民拢会用踢泡仔的水果，阻止野生动物走到农场内。无论这只象是因为无水利食到，也是人挑工时食泡仔，代志已经伫咧社群媒体引起大家的讨论。克拉拉大象成做热门的搜寻关键词，真侪艺术家拢用插画来悼念这只象母。当局要下逮捕3个嫌疑人。तो आज जो जैसे देखने को मिला है इसमें थोड़ा सा झाग दिख रहा है तो गंभीर रूप से हम जांच पड़ताल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घटना किस प्रकार से घटी है और पोस्टमार्टम के बाद जो है स्पष्ट रूप से पता चल जाएगा कि वास्तव में किस प्रकार से घटना हुई कैसे क्षति हुई。伫东部的恰蒂斯加尔省，吹杂又个有像喙普北坡倒伫咧涂骹，有可能是非法拍打者所做的。印度有全世界上最濒危物种。亚洲象就27000只，象神伫咧印度也是正重要的神，不过正靠说是伫咧现实的生活中，象直接互人类利用攻击，看不到民间信仰内面象的神圣地位。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海巡署马祖海巡队顶礼拜抓到有人走私民生用品，昨昏佫抓到2只涉嫌走私粉的中国船，扣押1200箱，大概是6万条的粉。稳定实施登检，目前有4名人员获释。把船先停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而已。马祖海巡人员2头早5点外接到报案，在南竿河兴澳海峡发现可疑船只，随到现场查看。 丁船调查了，发现这只中国籍货船竟然伫咧走私粉。拿一条出来，拿一条出来给我看。走私粉的船唔那这只，在其8点花伫咧南竿的丁沙环海，发现这只中国籍快艇，同款也是伫咧走私粉。现在本艇有1名同仁已经安全上船。 2只船总共查到1200箱，大概是6万条的走私粉。 市面的价值差不多6000万，因为惊讲这2只中国籍船有武汉肺炎加非洲毒株，所以海巡人员是请专属装备上船检查消毒。初步估计，2艘快艇一共查获1000余箱未遂烟，正值严防 COVID-19 与非洲猪瘟疫情，海巡人员均全程穿着防疫装备。严查后，未于船上发现 猪肉及其相关制品。马祖海巡人员顶礼拜才查到一只走私民生用品的中国籍货船，5个做廉价守护国境无放假，搁查到走私粉的船。这两件也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加《分酒管理法》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第2分局有2个警察去中华河美办一桩恐吓的案件，锁定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伫这查甫人秘的所在，双方 QQ66的时，嫌犯开枪弹着一个姓杨的警察伊的肩胛头。加在这个警察无大概，嫌犯嘛有互抓起来。警员弹出震撼弹，标出米伫车后，嫌犯随即准备往厝内面。警方看准时机上前压制，也要抢手的枪机。 惊险的1万年，互警方唔敢带去优势警力，互嫌犯就范。伫几啊点钟前，2名警员受伤送医，今日去诊室的，就是台中市2分局的姓杨侦查组，到肩胛头着枪，今日病院。另外，受到伤的姓刘小队长也赶来了解当时的状况。大伤警察的姓李嫌犯也被带往台中侦办。我们还要攻击你。好，他爸警察为什么受伤？台中警方锁定姓李的男子，涉及野情恐吓案，立被透早跨区前往嫌犯伫中华河美惨美店搜证，因过嫌犯却发现警员搜证，向2名警员押出枪。游乐中枪击遭毁，随后中华警方也赶来支援，查获改造手枪2支，枪支4粒。我们在查案的过程认为需要到现场去搜证、去照相。那嫌犯因为家里装有监视器那发现有同仁在外，那就携带枪支出来。警方表示，因为这2名警员只抓主要目的是要搜证，向检方申请搜索票，按照规定会当唔免通报。辖区的中华警方伫过程中却因为悠lạc地疏扫会，警方6点钟后抓到人，也要追查枪击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虽然已经冻点，不过中国的疫情也在增加。就算讲安尼，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嘛，拢无停过，甚至处处在针对香港，违反1国2制约束。有专家就烦恼，中国后一个目标是咱台湾。若知道咱台湾的防疫做甲真好，世界同学路，敢有法度成做台湾另外一条生路？来看今仔日公视台记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 坚持和完善1国2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当号的这个时阵，全国人大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有人讲这是中国提早甲对香港1国2制的承诺受到断去。那台湾这届在咧防疫做了真成功，在咧国际上有位阶零见度，加上台美关系继续在咧加温，再三刺激中国对台湾的敏感和警戒，也互外界怀疑台湾敢会真做是后一个香港。台湾因为这个防疫成
成功，所以今年特别受到国际瞩目。事实上，美国也持续在提升、加大跟台湾的军事合作跟安全的这个议题，某个程度又可能会这个让北京非常的不满跟跳脚，所以目前看起来倾向往这个冲突的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状况。算讲阿强的这个军事，无论讲是伊的迄飞机啊，是讲伊的航空母舰，伫台湾这个周边咧射来射去，所以威胁的这个频率比过去拢悬真济。过去中国派军机射台湾，平均2年1摆。不过今年以来，逐个月都有，而且规模扩大。台海军事的情势是渐渐艰难。伫咧蔡英文第2任期就职演说内容讲到两岸时，伊是搁一再强调，绝对袂刺激中国，会维持台海稳定，加强台美关系。蔡总统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北京对哪些议题，是绝对的是这个恼怒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了啊，那么他还是必须要某种程度的表态。那他等于是在脸书上表态，而不是由总统府发表一个声明。也就是说，蔡总统以及民进党政府其实也是在一个怎么讲，在走一个钢索，跟美国维持友好，甚至所谓的亲美跟戒慎恐惧中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那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不断出现，中国的解放军也伫咧微信公众号打出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文章，有意伫咧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面对中国一步一步挖进台湾，两岸的关系也惨未少危机。学者分析，国内积极伫咧发展国南国造，向美军买刺针型的防空飞弹、甲 F-16V 战机，这拢伫咧争取和中国武力相当的条件。那对于解放军，不管他是要封锁台湾，或者是他的2栖的这一个舰队，或者是要透过渡海，然后来攻打台湾的过程中，那基本上可能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不对称作战能力，能够把它这一个拦截或歼灭在台湾海峡。即卖情形看起来，因为包括美国，还是讲欧洲，还是日本各国因为因即卖拢有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即卖家己内底已经真麻烦，上有可能保护台湾的美国伊即卖内部佫有整组的冲突所以因即卖家己都顾袂离要安怎来顾台湾呢互伊有真大的动机，会想要拍台湾，我想这是事实。中国的疫情也未完全平静，即阵是又搁拖翻头。那中国强势处理香港问题，引起台湾的警觉。不过，中国内部今年头一季 GDP 大幅衰退6.8%，是30年来头一届倒落，订单继续伫咧流失，失业的人也愈来愈多。但美中贸易战也未告一段落，即阵有不少国家也拍算要追究中国疫情的责任。中国所搁继续伫咧引动台海的争端，两岸关系敢有法度照蔡总统所讲的和平、民主、对等、对话8个字继续行，是希望也是挑战。记者阿明金、刘玉水、林坤明台北报道。再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伫8月19日要登票。总统蔡每日头一摆刊文章支持陈其迈，那代表民众党去参选的吴益政，竞选团队是由立委蔡碧如做总干事。那国民党参选人李美珍，伊是伫针对争取奥运的时讲唔对话，赶紧回实的。521年到最后一天，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一透早再度前往旗山菜市仔拜票，近来迁走农渔村市场甲夜市仔拜票。陈其迈讲要为乡村保卫城市。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以拜访然后深入基层然后到菜市场或者是夜市，或者是这个基层的农民农村那以乡村包围城市。陈其迈亲自基站催票，总统蔡英文也分享陈其迈的面册，发文相挺。蔡英文表示，失败并无可耻，失败经验颠倒是珍贵的教训，互阮找到盲点，做出改变。邀请大家做陈其迈的靠山，回叫陈其迈是被出局的讲法。高雄新市镇就选吴益政。民众党参选人郭益政是伫立北率先成立竞选总部，竞选团队也正式成军，由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担任竞选总干事，政策部秘书处、组织部甲发言人都是由民众党内主要的人出任。佮加上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连日复选，外界质疑新非主角的郭益政恐惊被边缘化。现在当然是他比我红啊！过几天谁知道？媒体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很可能因为一件事情，让成为全国的焦点。
可是如果你其实把那些事情做好，就算只是红过一段时间也没关系。面对对手阵营，竞选团队一步一步就位。代表国民党的李文珍竞选团队，伊讲要到后礼拜才会公布。前几天画出动身后，被证出2030年亚运被批评，伊再度回失咧，不过也无被记哩批评，挂问题甲民进党。错了就是要承认嘛，错了就是错了。那年轻人错了就承认错误，不像我们的部长讲错了还要硬凹。所以也在这边也谢谢我们柯市长哦，就是提醒我，对我现在每天准备要看很多报纸。那柯市长也有点辛苦，要顾吴益政的团队，还要顾我的团队。随着高雄市长补选日期挖近，拿着杯三阵营交战，烽火也渐渐要热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第五放上头来看6月份是毕业的季节，屏东的东阳国小逐年拢会替毕业的学生举办讲爬山，无就是古船啊，才一寡冒险挑战自我的活动，帮囡仔兄囡仔姐毕业了后，会使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建立自信，互家己的路愈行愈宽。伫树下囡仔仔先甲锁啊绑好好势，准备等已经要爬起树顶的同学落来，轮流挑战，看家己会当爬偌悬。这读屏东市东阳国小6年的学生，伫咧毕业进前照惯例参加学校特别替因规划的自我挑战课程，前一阵仔才完成爬关山和过船啊2项考验，即阵来到最后一关吊索啊爬上树，大家拢感觉家己加真勇敢。就是觉得我很棒，可以爬那么高还摸得到树，更有勇气去从事自己不敢做的事情。东阳国小替学生安排这项活动叫做小铁人，就帮学生会使对环境保持警觉，对克服困难建立自信，到接受考验，成做唔惊大风大影的人。那目的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自我突破，然后也在从事这个课程当中能够察觉他自己、察觉环境、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囡仔为家己加油，一步一步克服惊吓的感觉。伫咧过程中失败，搁再站起，老师嘛感觉真安慰。希望这经验会当助阵因面对未来变化多端的世界，找到家己的定位，勇敢通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若为着要训练囡仔思考甲解决问题能力，屏东大学的大学生是设计倒仔耍，互囡仔伫耍游戏的时会当哪耍哪思考。1号金币加3。囡仔兄囡仔姐摕到一张卡片，就照顶头的指令找找和伊共形体的物件，豆豆啊思考看后一步要安怎行，互囡仔模拟电脑分辨事物的方法，体会人工智慧演算的概念。屏东市和平国小的细汉囡仔，伊家真认真，拢讲有当着读课。就像关主给的题目卡一样，去找那个线索，然后去学习，找到答案。会一直动头脑，然后之后会让你的头脑变得更灵活。这套号做特定小探子的倒仔耍，是屏东大学科普传播学系所设计，唔免插电，只要有这个角色和指令牌啊，就使互伊的人来思考电脑是安怎累积资讯，才叫做判读。也翻头当来想讲，爱安怎等资讯，电脑才袂判断错误。希望小朋友知道，人工智慧这个概念，在以后的生活跟学习上，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在科技部科教实作学门的支持下，发展这套桌游。这组倒仔耍有3种无同的耍法，有的会使家己来耍，有的是需要边仔有人斗主持、斗监督。不过，拢伫咧训练大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真做是科普教学课的活教材。记者综合报道。若为着要传承古早农村社会文化，台湾经济文化协会专工伫宜兰的农地设计活动，互父母带囡仔去体验传统的做食饲牛犁田这款农村的生活。水牛拖大人和囡仔伫田里在做事，看起来那像真心色。以前伫农村接看会到的情景，现代社会煞早早消失。台湾经济文化协会为着推广经济文化，专举办体验活动。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报名参加，特地想要带孩子来，对，然后下去耕田，然后下去认识这一块土地。很多的牛，有什么牛？黄牛跟水牛。水牛，第几次看到？第一次。现场除了水牛，佮通互小朋友提草来饲黄牛。这对头摆参加的囡仔兄、囡仔姐来讲，
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主办单位希望这款含牛同齐做田，佮有饲牛的活动，唔但会使重现早期的农村文化，嘛通教育囡仔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一定要传承啦，一定要办啦，这嘛是一定要透过咱的政府啊，咱的农委会来扩大来办。透过耕牛，让大家有机会去亲近。原来以前农业社会还有用牛在耕作，那有一部分也是透过耕牛，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回到土地上，然后跟土地有比较深的连接。虽然这阵做事已经现代化，耕牛也已经互里边的机械取代，不过协会也是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让民众重新熟悉土地，同齐守护咱所生活的环境。这综合报道。行伫路顶看到街友有路无厝的这个人，真侪人拢会闪卡边仔的，对因的印象嘛无啥好。2015年的时，有一阵少年家对街仔路出发，走入这个人的生活，办各种的活动，嘛邀请民众去参加，互大家看到善家的面貌，嘛希望大家有同理心来理解这有路无厝的人因的遭遇。一群人坐做伙讨论的是团队的支出控制，但是因并不是一般的商业公司，是一间专门为街头有路无厝的民众来服务的社会企业。阮主要活动的所在是伫咧台北车头，伫遐有将近差不多有100位的有路无厝的人伫遐，所以讲阮平常时的时阵，阮会去遐，可能是送便当，还是去台港，实在甲大家做朋友。亲身参与，用开讲实际了解有路无厝的人拄着啥物生活困难，但团队成员嘛捌因为感觉无能力改变，一开始并无适应安尼工课。和人接近之后，应该说你就会看到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从可能原本的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生活好的坠入到街头，其实蛮常会经历一个人状态很反复的时候。对，但当你看到一个你身边很亲近的人状态反复的时候，然后你陪伴着他，其实你也很容易会被那样的状态吸进去。后来，伫团队队员的陪伴之下，和静茹度过家己心内的迄关，为办公室行出来街仔路。其实不管倒一种，拢是咧帮助别人，就亲像人生百味当咧做的代志。透过真侪方式协助有需要的人，对因来讲，帮助并不是孤一方面的，是参与者互相往来所形成的互助连结。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镜头来分林斗六的分中街，过去伫日本时代是警察的宿舍，经过翻修，日本建筑物也阁完整保留。即卖有文创团队伫内底，今日喺内底会当看到地方的历史、文创商品做结合，嘛已经成做当地真上关键的所在。日本式用茶起的厝，一间一间看起来真有历史。这个伫咧分林斗六，过去伫咧日本时代是警察伫咧住的宿舍，即阵经过整修，成做文化创意园区。用过的宿舍变做是真有少年开的点啊！有文化工作者卖家己画的明信片，有人伫咧卖看守过的花，就连这七彩的汽水饮料也有咧卖。在进来的时候就看一下这个氛围，这样我就觉得很喜欢，觉得一定要把这边承租下来。我这里就觉得这里蛮漂亮的，就是生活机能很好，然后又有重划区，然后又有闹中取静的那种市区会不会那很重？来到这，游客拢讲袂输去东京同款，对宿舍的厝遐到厝内底的条啊，拢遵照日本的设计，保留传统。负责规划这宿舍区的文创团队，希望请更较侪地方的少年人来这进驻，用因新的创意连接过去，也走向未来。我们觉得这种聚落群，你与其去复制，就是去找一些一样的议题，一样是新创，一样是文创。它可能比不过都市，所以聚落我们就开始去邀请、去找跟地方有关系的人事物。来这里氛围都已经好了，你不需要再去装潢弄出一个氛围。那我觉得很多人很可惜，就是一直想要把自己弄得很怎么样，其实不用，它已经自成一格了。分中街文创园区的推广团队表示，对2016年宿舍整修完成到呾，一直咧找找当地的艺术家甲创作者，希望因会使来这进驻。即阵虽然还有一寡所在还未说出去，不过这个文化园区已经真做是代表少年活力，也有分林精神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新华消息来关心，台北市的物价悬、厝价悬。内政部公布今年正月到5月各县市人口变动的统计，台北市的人口减免2万人，是迁出去户口上侪县市。要住伫台北无简单，物价比其他县市较贵。上贵的地区，厝价更加是一直起，互未少民众开始搬离开台北，到其他县市生活。薪水都没有涨，可是生活上的都一直涨啊，林口啊那些，他可能也是要花，虽然是要花一段的车程，可是相对的它的物价就没有那么高。我们接下来买的房子也是在买到外县市啊，因为我们买不起啊。这边的房子随便一间都是3000万起跳，买的房子是在买在中立那边，那边的房价大概就是这边的1/4。内政部公布今年1月到5月各县市人口变动统计资料，社会增加率富达的县市，也就是刷出人口数比刷入人口数较多的县市，台北市是第1名，减少18861人。第2、第3名是彰化县、屏东县。伫净迁入正成长的县市，新竹县第1名，桃园市第2名，新北市第3名。以人口数来看，是桃园市增加4888人上多。台北市，尤其是蛋黄区，它的那个物价不断的上涨，尤其是房价，它的房价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啊，随着交通的发展，台北市往新北市，然后再往桃园市。学者认为，新竹县摕下净迁入正成长第1名，主要原因可能是科技园区的就业机会较多，而桃园市、新北市是因为台北市人口散出原因。内政部统计也显示，对103年到即阵，县市人口净迁入正成长人数，以桃园市增加将近15多万人是上界明显的。桃园市呢，它现在人口虽然成长的在6都里头是最快，可是它这个趋势大概2、3年之后也会慢慢的下来。那等到它的房价超过台北市的50%了，也就是说它的流动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学者指出，物价甲厝价的正多影响迁徙的关键因素。即阵社会内底迁徙人口以少年人、老人为主，少年人考虑就业机会甲厝价，而退休的老人养老会沿着都市交通路线范围来找大的所在，所以讲居住成本高的都市就较袂是首要的选择。记者自综合报道。世界正新息，咱来去奥地利。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有一个小镇，名号做哈尔施塔特。这个所在只有住750个人。伫2019年时，小小的一个所在吸引超过100万观光客。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封城啊，所以这个小镇嘛找回来资本的店钟啊。啊，毋过这阵啊，阁要解除封锁啊，当地人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烦恼欢喜讲会当阁趁观光收入，啊嘛真烦恼讲这店钟的生活阁要无去啊。这是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小镇哈尔施塔特，因为讲是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场景的灵感来源，或者一时间就红起来。只有住750岁居民的小镇，一年有100万游客，上济时阵，逐工上百台游览车开过来，各以中国、台湾、南韩甲美国旅行团上济，一直到新冠疫情大流行，安尼情形才因为封城停落来。Wir haben im letzten Jahr so eine Steigerung bei den Reisebussen gehabt, dass wir plötzlich über 21.000 Reisebusse im Jahr in Hallstatt hatten. 进前观光盛况虽然带来真好的收入，却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引起过度旅游的烦恼。5月开始，奥地利慢慢放零封城措施，哈尔施塔特当局引进一套新系统，拍算限制游览车数量。该封了的停车场就已经恢复补满，大部分是奥地利或者是隔壁国的旅客。Also wir sind hier, weil jetzt gerade einfach der perfekte Zeitpunkt ist für uns Österreicher nach Hallstatt zu fahren, weil einfach sehr wenig Touristen sind und Hallstatt ist halt bekannt dafür, dass sehr viele Touristen immer herkommen und wir haben gedacht, wir nutzen den Moment aus. 这小镇的名声带来工作机会甲观光收入，也可以度过真济庄卡常常看到的人口外流的命运。突发观光财，甲影响居民生活之间的分寸，也考验当地政府的智慧。Das ist sehr erfreulich, aber der Tagesgast wurde einfach zu viel und so haben wir auch gesagt, wir müssen eine Maßnahme setzen, ein Bus-Lot-System machen, die Personen, die mit dem Bus kommen, reduzieren, weil die Bevölkerung das als sehr große Belastung empfunden hat. Mir ist schon bewusst, wenn man jetzt Eintrittsgebühr verlangt, degradiert man sich selbst zu einem Museum und verkauft sich. 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英国看一个勇敢的查甫囡仔。英国有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伫红的爱时，互爸母苦毒，造成上骹爱剁掉。原本伊无啥会晓用义机来行路，后来受到一个二战老兵的鼓励，决定学行。嘛法官讲1个月要行10公里，要募款感谢家医治的病院。即卖伊这个囡仔已经募到100万的英镑，超过3000万的新台票。6岁初也无啥会晓使用管仔，脚脚跨出半步的5岁查甫囡仔，当年韩吉尔20外天落来，已经会当稳稳的向前行，逐天行超过几百公尺的距离，互一路陪伴疼惜伊的养母宝琳非常感动。韩吉尔太太头一摆看到小东尼是伫伦敦的伊凡莲娜儿童病院，当时只有4个月大的小东尼，互亲生爸母苦到甲强要死，骹手骨头支气白血症多重器官衰竭。The hospital had said he was unlikely to be able to sit, walk, crawl, talk. They had no idea cognitively how bad he was because there was a mass on the brain from injury. There was a mass on his heart. 韩吉尔一家2016年收养小东尼，将伊当作出来上细汉后生来照顾。一路行来，经过几啊摆的手术，包括2017年双脚切除的大手术，并且伫今年的2月倒脚脚。受到8岁二战老军官摩尔队长换着助行器，伫自家赌场逐天来回行100转，为国民健保服务 NHS 募款数值的鼓励，小东尼决定要伫1个月来挑战10公里的路程，为伊伫伊的伦敦儿童病院筹募经费。Really good, and I decided because it's really good. I decided to do more walking. Yeah. 小东尼设立的募款目标是500英镑，到目前为止，募款网站涌入超过100万英镑的捐款。对此，韩吉尔太太感觉非常意外。因为上互伊欢喜的是，小东尼发展快速活动力，伊唔会当行，甚至还会当走。You know, 3.5 weeks ago, he could barely take a few steps, and to do the third of a kilometre each day was a really hard task. Now he flies through it easily. Today we've completed over the 10 kilometres, but we'll keep walking till Tuesday till we finish the 30 days. So we'll see how much more we can clock up. 伊凡尼娜儿童病院赞助人之一的建桥公族翁仔某威廉甲凯特，也伫肯辛顿讲的官方 IG 表扬小东尼的勇气甲毅力，讲小东尼互因2个人感觉真骄傲。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关心巴西的太空署公布新的数字，显示5月份亚马逊的雨林消失的面积超过3个台北市这么大。巴西政府即阵唔但爱处理新型冠状病毒，嘛爱面对雨林消失的危机。规个森林伫咧庆白烟，镜头记录无闪过大火雨林生物。巴西雨林抑阁伫咧烧，敢若是5家雨林的减少面积就829平方公里，超过3个台北市，也是连续第13个月雨林被破坏面积比去年同期抑阁较悬。因过巴西副总统说讲，保护森林政策有效。Se nós compararmos o índice de desmatamento do mês de maio deste ano com maio de ano passado, a queda é praticamente quase total. Nós chegamos a número ínfimo de ilegalidade cometida. Então, esse 主张开发雨林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2019年就林了，就放弃予人开垦。去年就发生8万件林火，烧了1万平方公里。今年就要未过一半，巴西雨林如果消失20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成长34%，原因是畜牧业。The beef industry was occupying most of the land here and causing all this deforestation. 若是要救强要消失的雨林，巴西政府也该对付新冠病毒。O desmatamento ele também leva a grande risco à Covid-19, porque é preciso gente para desmatar e tem muita invasão de unidades de conservação e terras indígenas, e essas pessoas podem levar a Covid-19 para esses territórios, colocando em risco as populações tradicionais e povos indígenas. 巴西即马是全世界新冠病毒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一面防疫，也搁一面救生态。环保人士警告，2020年恐怕是对亚马逊雨林上有破坏力的一年，应该制定更加长远的政策，才能救这场生态破坏。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咱一做伙来关心天气。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电港的影响，气象局早起针对双北等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另外，中昼了后，真侪所在可能会落西北雨，所以乡亲下晡有要出门，爱记早雨帽雨伞。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港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5月节你要到啊？嘛有人讲是5月节，也是肉粽节。讲到粽吼，巴肚就枵。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白粽。白粽汉字写做白粽，罗马字写做宝鸭白，子红粽。白第8条，粽第3条。白粽是用粽餡甲糯米、甲料包做伙，用粽素滚滚的了后，落去撒的食物。粽一般拢会包2仁、香菇、猪肉、土豆、辣子，才会粽料。粽餡有用月桃叶，嘛有用竹叶，看当地用倒一种较方便。这个粽餡伫传统的信仰内面有辟邪、除歹运的功能，所以食粽嘛有祈求好运的意义。为了要好看，咱会甲粽用粽素白做伙，伫锁头拍结叫做粽泡，规罐粽叫做粽干。5日节前后，天气热到雨水。真侪传染病要开始流行，为着要祈求平安，台湾伫真久以前就5日节拜拜风俗，粽就是真重要的祭神食物。因为粽甲拜拜有关系，就一寡相关的禁忌，亲像若是5日节正前，厝内有人过身，丧家就袂当白粽。因的亲情就爱白粽送予丧家，这叫做送节。伫台湾传统的风俗内面，囡仔是袂当食粽角的，因为惊囡仔捡粽角来食，以后会捡角。捡角就是讲人无路用、无希望、无效啊的意思。5日节正前天气拢了袂稳定，有时想讲已经足热。就甲寒人的衫拢收起来，过无几工，煞个熊熊转寒。毋则有俗语讲，袂食5日粽，破油毋甘放。意思是5日节了后，天气较稳定，旧的衫就会当收起来啊。6白粽，
藏下、藏坡、藏瓜、藏节，未食5日藏，化油唔甘放。虽然藏好食，毋过较歹消化，毋通一摆食伤济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